悲伤的母亲节也有一件，台中太平豆变坑发生着渡水2个人死亡的意外。这个死者分别是27岁姓陈的男子，甲8岁姓李的小男童。这个小男童的爸爸讲，当时因一家口5个人，甲伊的同事，也就是这个王姓的姓陈的男子，甲伊的太太烧酒去烘肉。当时这个姓陈的男子先落水，伊的后生挖过岸边看，结果厝内嘛跌落水底。这个爸爸讲，当时伊已经有抱着后生了，但是这个姓陈的朋友煞揪后生的脚甲拖落，后生才会去淹死。检察官一透早检验着遗体，要来了解2个人到底是安怎来淹死的。今日老母伫吉利社外口双手合十，伫母亲节这天，规家伙仔咱咧出去佚佗，想要到囡仔煞渡水无命。我小孩子滑下去了，我有下去，我要救我小孩。这个大人讲，一家伙外人出去佚佗，伫工地熟悉一个姓陈的朋友嘛，做带太太参加。双方到太平头边坑溪溪边去烘肉。姓陈的朋友敢若有啉酒了后，跳落去耍，伊8岁后生挖过看，结果踏入青池，煞跌落水。我有啉酒，体力没那么好，没办法一次救2个就对了。因为其实这过程状况，其实应该只有当事人知道吧。囡仔老爸讲，当时已经将后生揽掉咧要上岸，不过这姓陈的朋友将因囝脚扭掉咧，因囝才会无命。检调将会进一步验尸。那个人有喝酒，死者也有验，对不对？超过0.8的话，就已经判断能力减低了嘛。过身的这个8岁囡仔读巴顿某一间国小1年啊，个性真活泼，老师嘛真唔甘。那平常在校就是淳朴可爱又活泼的一个小朋友。这囡仔厝内事件收入予当地里长甲学校会协助处理后事。好囡仔老爸指控讲，害死因后生渡水死亡这个姓陈的朋友，同样是渡水送医急救嘛是无效。不过，因为该名男子也已经溺水，是否符合紧急避难的要件，可以免除责任或是减轻责任，仍有待司法调查。母亲节发生意外，造成两个家庭的破碎。囡仔老爸讲要追究对方，敢若是因后生落水这个过错。也毋过，带囡仔去禁止耍水所在去烘肉耍水，这个大人恐惊嘛有责任。